哦，这几大人哦，跳开哦，这跳开。哎，跑啊跑嘞，跑啊跑嘞！一头港国脚，看头港国脚，宋江镇。花刀大天府，批判7条基安清照大典到丁秀，洪德主用午餐的时间，向天王大士爷、观世音菩萨慈悲化现了。火鼓的吹打是歌功颂德，李世民、太宗破诸大战，有武功战敌苦战，临谋收兵，进退有序，取得大胜，整支队伍气氛从惊恐转化为稳定，这就是战狼在战争中的威力让战士们在混乱中重新找回信心跟冷静的动力，击鼓前进，迎金收兵这是古代以战鼓声指示战术，前进杀敌，振奋士气，可以金锣声下达撤退的指令。指令虽然简单，但是敬畏之间蕴含着攻击的战术。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发挥团队的效力。所以学校每年新生的活动都会以战鼓活动来揭幕，让新生能感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和振奋求知的心情。咱这节目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安业国小的战鼓队，带来锣鼓喧天的表演，谢谢。咱在地主题咧，会使讲表演得非常精彩。说来，要给咱表演的是来自我们北市国小的太鼓队，北市国小太鼓队，北市国小请。将军顺龙有将军，天地看，天地看，顺龙内将台中军，统领县台卡通，台卡统领，咱北市国小也是咱花东在地主题，今日咧用着上佳虔诚的。北市国小太鼓队，庆祝
赞哦！啊，因为咱现场金条非常的多，所以呢，咱各位来宾呢，咱注意咱个人的财务，注意咱个人钱包吼。包括剪刀有得手的机会，剪刀得手的机会，咱虽然注意咱家己的成本贵重的物品，对咱成本贵重的物品包括剪刀任何机会。北市太鼓汉六城，咱北市国小太鼓队，咱的领队是咱张宗奇校长，咱的指导是杨顺纯老师、陈宏吉老师、李慧玲老师，我们的管理是沈玉泉老师，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赞哦！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自信心因为大家只要拿起鼓棒，便能够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气势如虹。所以，请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为这些北市国小的小朋友